县政府要甲草屯的旧蒙仔埔甲转型做手工艺产业园区，要来引进地方有特色的产业，来增加着就业的机会。 炮楼弄口6月7日，南投县长刘明珍带贵宾作为拜拜，祈求工程顺遂，嘛进行动土仪式，宣布草屯手工艺产业园区正式开发。将近有20家的工厂可以进驻来兴建，造就我们草屯镇将近有2000人的就业机会。 草屯电工所感谢林明珍县长送予地方这份大礼，让地方产业升级，增加做工作机会，加上设立了富料理集会所，起青年主体，让规个园区经济效益发挥到上大。相信这边也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公益的科技聚落。那我们很高兴，未来这个园区的开发能够为地方带来更多的发展。 县政府讲，预计在时间后3年内完成园区的开发，当年会当创造25亿的产值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